最近大家都喺度問緊 AI 咁猛，到底能唔能夠用佢嚟賺啲外快啊？講實話啊，呢個話題超熱門，但係亦都俾人又興奮又緊張，對吧？好多人一聽到 AI 就驚工作被搶走，我識。但係其實啦，AI 比較好似係個神隊友㗎，佢會幫我哋處理嗰啲重複性嘅雜事，反而俾我哋有時間去做更值錢嘅事，比如喐腦筋、想創意、解決複雜問題。仲有人以為只有工程師先至能夠玩 AI，錯啦！而家工具咁多，你只要願意學，絕對能上手。咁實際能夠點賺呢？我舉幾個身邊朋友嘅例子。接案達人小美用 AI 寫文案做社群小編，效率翻倍之後，而家同時接5家公司嘅案，月收入直接多1個零。創業嘅老王搞咗個 AI 客服系統賣俾小吃店，舊年被大公司收購，而家日日曬潛水照。斜槓大學生阿海更絕，佢將 AI 生成嘅可愛貼圖放上 Etsy 賣，居然月入3000美金，佢連畫畫都唔會。當然唔係叫你盲目跟風啦，重點係 AI 你嘅專業。好似我另一個朋友係房仲，佢用 AI 快速整理房市資料，客戶覺得佢超專業，業績衝超快。你發現冇？與其擔心被取代，不如諗下，你而家嘅工作裏面有邊啲煩人嘅步驟可以得俾 AI 處理啊？你嘅興趣或者專業能唔能夠用 AI 做出新花樣呢？